是内容要来讲8月份的台北街头是真热闹咯，将有500多场艺文的表演，同时伫台北的各所在来演出。这是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主办的台北艺术节，今年有131组的表演团队来参加。上届特别的是，所有演出的活动拢无需要经过审核，主题嘛无来限制，就是要让少年的表演者会当尽量来发挥。8月份的台北街头会充满多元的艺文活动，少年的高手用活泼轻快的爵士乐替都市增加色彩。舞蹈充分表现出集体力意味。业余演员伫今年台北艺术节同款有表演的舞台。我们今天聊的主题是升学，好不好？这个他们升学的时候，他们就要选填他们未来的志向，还有他们的科系嘛，对不对？创意呛市长系没有这种科系啦，没有这种科系，好不好？有我道趣味的剧团将对社会观察放伫表演内面。因为像艺穗节它没有审核，而且它不用场租，所以就很蛮适合，就是可能没有什么钱、没有什么经费的表演团队来参加。今年台北艺术节将于8月24日开始，来自131组的表演团队，总共537场的演出。地点除了表演的场馆、艺文空间，甚至是咖啡厅也是游艇顶面，拢会使变成新人的舞台。台北艺穗节今年是迈入第12年，很特别，它是一个不审查、不设限，是完全自由的一个平台，然后提供给所有的艺术家都来这边冒险尝试。期待台北艺术节变成培养明日之星的平台，嘛，让民众体验到艺术，嘛会使深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